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3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由于风台中昼伫台东登陆，气象署针对花莲、台东、高雄、屏东发布大水豪特报。早起红头树离岛透17个强阵风，大学分发地发今仔封本，今年露出率超过9成6。之前风取消医学院露出的2个学生考分科，佮考掉医学院。南韩前总统尹锡悦的太太金建熙，因为涉查股票介入选举，佮有受乌西红旗啊，这是南韩史上头一届前总统甲夫人拢红掠起来。来关心风台上新的动态，今年第11号风台用率拄则中昼1点，已经对台东的太麻里附近登陆了，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哦。上紧要安怎得对台南佮高雄出海咯？来听气象署上新的说明。今年第11号台风杨柳在稍早1点左右，已经从台东的太麻里附近登陆，目前呢正在持续通过台湾南部的山区，预计在今天下午5点左右就有机会从南部的沿海出海进入台湾海峡。这一段时间会是花莲、台东风雨最大的时候，但同时也要提醒嘉义以南跟澎湖地区的朋友，风雨正明显的转强当中。我们从雷达回波图上面可以看到，台风的结构在雷达回波图上是蛮明显的。那台风眼的中心在今天下午1点的时候逐渐的登陆。那目前的话，这个台风在今天下午2点已经来到了南部山区，大概是在高雄东北方大概50公里左右的位置。而随着台风持续的往西北西方向移动，预计在今天下午5点前后就有机会从台南附近进入台湾海峡南部。那这段时间从今天入夜之后，特别提醒在台风中心会比较接近澎湖。那到了下半夜之后，会再往金门南方，也是中国华南沿岸移动。所以在目前开始，嘉义以南跟澎湖的风雨正逐渐的增强当中。而接下来在今天晚上开始，暴风圈也会逐步的涵盖到金门地区。今晚到明天清晨，金门的风雨会是比较大的。由于风力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其实持续发布陆上强风特报。那特别就是提醒了，随着台风逐渐的进入到西部平原，在嘉义以南的沿海会容易出现11到12级左右的强风，同时内陆地区的风力呢也会明显的转大。那澎湖地区的话，在今天的下午到晚上的这一段时间，也有可能出现14级到15级的强阵风。而随着台风逐渐的往华南沿岸接近，金门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风力也会达到最强，也可能会有11级以上的强阵风出现。尤其是大家可以注意到嘉义以南这边，以及包括澎湖的雨势也会比这几个小时明显的增强，容易有豪雨等级的降雨出现。那到了今天的下半夜，随着台风出海，逐渐远离台湾之后，本岛的降雨就会逐步的趋缓。但是在澎湖跟金门，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清晨，雨势还是比较大，同样也是可能会有局部性大雨或豪雨发生的。中昼1点风台已经伫台东登陆了。目前台东、花莲、南投、各云林以南拢伫暴风圈内，风台暗头就会出海。气象署今仔早起是针对花莲、台东、高雄、屏东的山区发布大水豪特报。台东各平湖地区嘛透大风。今仔早起红头树佮离岛嘛已经出现17个强阵风了。透早8点外，红头树的红头川落大水雨，佮透强风，电线伫空中海来海去。开完渔港海边的海影加真凶，居民就算伫厝内也感受到风台的威力。这个风雨，应该是快到早晨的时候才开始。希望来族人都一切平安，尽量不要外出。因为岛上透强风落大雨，出现14级的阵风。透早红头树东清部路小宽路半空中的线路开关跳掉，造成258户失电等待抢修。中度风台用柳伫拜三大约透早6点的时，暴风圈已经接触到花东甲恒春半岛的陆地，强度小可增强，暴风圈也扩大。7级的风平均暴风的半径对150公里扩大到180公里。气象署表示，因为风台渐渐接近，雨势会愈来愈大。透早针对花莲、台东、高雄、屏东等的山区发布严重大水豪特报。另外，嘉义、台南、恒春半岛等所在也可能会有大水豪等级以上的落雨。降雨的部分则是以
东半部还有在山区的部分降雨是比较多的，其中最大的日累积雨量出现在兰屿，有达到166毫米哦。气象署表示，洋流风台刷顶档的速度真紧，并且通过台湾暗头啊对云林嘉义台南附近出海。但是伫风台登陆的这段期间，风会真强，所以搁再针对台东甲平湖发布红色强风警示灯号，可能有平均风12级以上，或者是阵风14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气象专家也提醒讲，要注意风台岸附近出现毁灭性的强阵风。它通常都是在台风眼墙附近会出现这样子的风，所以在台东县的话，都应该要特别加强戒备。登陆以后造成的伤害，英文上面的翻译的话，就直接这个叫做毁灭性的强风了。气象署指出，下晡因为风台来到台湾的西南边，南部地区甲平湖的雨势会开始明显增强。嘉义以南会有大水河等级的降雨出现，到暗时风台进入台湾海峡以后，平湖甲金门的雨势增强，尤其是金门到拜时的透早，风雨较严重，一直到拜时下半晡，风台才会渐渐离开。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风台对台东的太麻里来登陆，风势非常的透。今仔早起就路树倒去，排水沟的水涌溢出来，市政府的玻璃嘛被风吹破。有气象专家是提醒讲，风台对台东登陆，北方中心附近可能会透16级毁灭性真强的强阵风，所以提醒东部跟南部民众风上透就尽量唔通出门。大风靠过本在东岛西湾，用六风台登陆，按算上我台东太麻里市区先传出灾情。太麻里市区雨势一些大一些小，风势开始大强，路树倒去渐多，所以就伫大王川的排水沟，土水甲雨水开始溢流到地面，乡公所就开始来引流。因为浪大哈，那已经靠近岸边了，所以那个舞台岌岌可危。原本16要伫金轮溪出海口要办的海洋音乐季，主舞台直接互大型引起，也有大高线基本建好路段，地片吹落跌落。台风洋流犹如小钢炮一般的结构，登陆点附近可能会有16级以上的毁坏性强阵风。台九线沿岸首当其冲，现场已经卷起大浪，高度几乎超过消波块。风势惊人，就连台东市政府也透早传出灾情，玻璃吹瘪去，紧急清理。伫金轮川这所在，佫是高度警戒。台东县的金轮溪8月初才刚发生溃堤，记者身旁的民宿当时惨遭淹没。今天一早，工程车就进驻金轮溪来吊消波块，加强防灾。村民提早修补棚，就是烦恼风势伤过大带来灾情，要游客被逼甲提早结束行程。刚好台风在这个台东地区嘛，那我们这个只好另外做规划，因为有些行程的确会直接受到影响。各界高度警戒，东部地区加强防灾作业，风太大的灾情未当轻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的山区有一寡车路，因为进前风台大雨的算长即马是阁还未开好，即马风台又阁来了。市政府昨下晡嘛先启动预防撤离，到今仔早起桃园、木林跟南马社三个区嘛已经撤离2000多人了。山区3条主要的道路拢先封起来进行管制，嘛呼吁民众无必要就莫去山区。桃园区是土石流黄色警戒。所以，请你们务必及早撤离疫情。你办公室放送提醒大家，风台来啊，要紧撤离，包括桃园、木林、南马社，对12下晡开始，公所就派人去通知民众，要撤离到收容所。因为气象署预估高雄山区的雨水量有400毫米，这都经过大水河损长的山路，若是过来一摆惊具大灾害。市府下令隆重撤离2069人，检查物资的准备量，同时包括台20线、台27架线、甲台29线，拢已经封路管制。10处的高风险路段。那针对道路缺口有风险的部分，我们也做了区隔，还有交通维持。我们预计在今天会将10处的高风险路段做一个预警性的封闭。没有必要千万不要往山区跑。那我也带几个管制的路口，如果民众不听取劝阻，那我们会直接开罚。风台对南部影响大，高雄13停班停课，百货公司宣布休困。早起市区风雨无介大，民众也把握公台入的进程来加强防灾准备。有店家提锁甲大头把案固定好，冒出动吊车先将广告篷布收起来。海巡人员也是个顺时，避免民众发生危险。高雄气象站表示，南部的风雨过到后会愈来愈大，民众千万唔通大意。
平地会有豪雨的等级的降雨，那在山区的话，不排除会有大豪雨以上的降雨。市府强调，无论山区也是平地，拢有风雨，尤其山区现在土石的含水量拢经过头啊，若是大雨过来，随时拢有可能会过崩。车民众若无必要，就莫去山区。记者柯家族区朝阳高永昌报道。再来看屏东的三地门乡大社村山路断去，目前是阁无法度通行，路况嘛真危险。屏东县政府昨下晡是考劝民众先撤离，也毋过嘛是阁有民众毋愿离开。今仔早起县政府就强制撤离。山路行到一半是直接断去的，完全无法度通过，看起来足危险。这是屏东山地某的大社部落，因为杨柳风台路径较往南，为着居民安全，12下晡屏东县政府有劝导因撤离，毋过有当地居民无愿意离开。13透早，县府只好强制撤离，拢总10户16人，安排居民赶紧落山。先落来小朋友，村长先准备胖做早顿。面包啦，还有蔬菜啦，尤其是那个就是泡面之类的，一定要想办法这个撤，因为这样目前我们的部落有的地方都已经瘫掉了。山上的这种土石整个都被带下来。早起，屏东县长周春美嘛到高树乡185县道视察，顶摆728大水雨，因为排水沟骨力大塌的，造成往来园拢浸着水，农损足严重。公务处表示，大水雨了后就开始清并，一直加速处理，希望避免同款的状况搁发生。这大水做几年？哦，这都每年啦，每年都会。这伊是每年的，你搁上游遐，你搁去你甲看，迄种足严重的。当年的我爱清，哎呀，哎旱啦，人个田拢淹个，拢石头啊。那之前就是因为上游冲下来的这个沙石，那阻塞了我们的这个灌溉水沟哈。下午这个大雨来袭之前哈，赶快把一些上一次还没有修复的地方赶快修复。县长表示，南部的风雨下晡才会开始变大，呼吁民众为着安全尽量莫出门。根据气象署资料，屏东山区24点钟雨水量会到450毫米。公路局嘛伫早起9点，针对台24线德文路口甲新山实施预警性封闭，会搁看风雨影响程度甲道路状况，决定何时开放通行。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花莲的风雨未泄露，台铁公司嘛宣布讲，今仔暗时6点之前，台东到花莲，佮南回线新庄营到台东全部列车是拢停驶。花莲县政府嘛指出讲，玉里的车跨山到德林山封路，明里大桥临时通行的便道嘛暂时先封起来。花64线水港公路嘛封路来管制，部分所在民众嘛拢已经先预防性的撤离。火车头这时开始出现旅客，大家赶行李要坐车，就惊风台来侵扰。原地列车的车帮常常有变数，过去改车票提前坐车。改车票，因为怕台风。因为我们是从寿丰的那边没有开进来，后来我们是到要来这里上车到台北。车头搭公告中昼12点进前，花东线、南回线停驶。对东台湾要登去北部，敢来当伫花莲站坐车，若铁路高度改变，伫中调管制站要人流进驻，来注意苏花公路的路况。今天清晨开始大概就有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但是降雨量都还不大啦，目前都还是正常的一个通行。由于风台真惊人，花东下城受冲击，包含玉里、赤科山到吊南山、花莲市县水港公路等等的路段，花莲县拢做封路管制，对部分征讨居民继续实施预防性的撤离。随着杨柳台风靠近，花莲已有明显风雨，而且持续增强。不过，帮忙所在的光复乡大马村在内，昨天已经被预防撤离600多位村民。不过，今天回到现场，还是有部分居民返家，甚至有人不愿意离开。这么还好对了，比家我会爬去你那边了。对，压抑啊，才不会被风吹。快点弄一弄，说好就去了。虽然马大安溪水位还未到警戒的范围，但是顶游的积水湖游玩爱注意。官府提前疏开下游庄头的民众，搁再向南行，伫土石流渐细区的倒溪乡也启动撤离的作业。去年的抗瑞就是造成土石流塌方，然后虽然人员都平安，只是现在列入我们的大规模潜在区。除了倒溪轮山村，其他拢防预防性的撤离，超过有800多人。军方也派出军用卡车协助，面对涌流的来袭，相关单位谨慎应对。高市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桃园机场今仔有一寡客机佮货机拢取消，主要拢是两化的航线。金门的樟宜机场今仔嘛规工拢停飞。
机场公司是提醒讲，今仔要出国，还是讲要接机的民众出海进前哦，都要先确定上新的航班资讯。北平跑道几日才有人去排队等要起飞，洋流风台接近台湾，真侪旅客优先班机受到影响，提早来到机场报到。嘛有旅客因为高雄小港机场班机取消，临时改来桃园机场，准备要坐飞轮机出国。因为我们住南部，那我们怕台风会影响我们的行程，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就先坐高铁。然后先到桃园住一晚。会啊，然后昨天整天有看新闻嘛，然后觉得好像是往南走，所以就比较安心。我们本来是从小港啊，对啊，然后昨天收到那个 mail， 就说那个班机取消，对啊，然后赶快我们3个就在找有没有其他飞机，刚好桃园这边还有。桃机公司讲，主要是取消两华航线为主的班机，机场公司提醒旅客和接送的亲友。要出发之前，爱先确认上新的航班资讯。同款受到洋流风台影响的，也有金门机场。销候补。退票。退票作业。因为台风。中级风台洋流持续接近台湾，金门上义机场第13拜3规日停飞。前一天落旅客来办退票，嘛有旅客大包小包款的来等后补，希望会当伫个风台进前返台湾。不过，却因为后补的人伤多，无论是飞高雄、台中还是台北，拢照客满，有超过300个旅客互风台逗留伫金门。记者综合报道。小人山风台大雨，菜市算当是真严重哦，爱个等复警是无遐尼紧，所以最近哦菜市产量少个贵33。中华 KO 果菜市场是表示讲，今仔葱仔的产地大卖价哦，1公斤就300外块咯，嘛可能会个继续起价。为着要稳定菜价，农粮署嘛表示讲，因拍算要来辅导农民加工制作冷冻的菜色。顶个月丹那市风台走了后，中南部连续落大水雨，因为安尼害真侪菜拢受到水伤，产量嘛减少。即马搁来一辆洋流风台，发布有民众反映讲菜价是愈起愈悬。根据百农的统计，菜价每公斤是68.9块。起4.1块，民众是哀叫讲菜伤贵，买袂落手。买无菜，你看40块，你这阮4倍爱1摆煮的4倍，你看刚才一个青菜多少钱？菜的价格平均价格来到50.7块，然后涨幅最大的是青葱，青葱的价格由178来到现在目前的325。农粮署表示，顶回风灾加上中南部落大水雨造成的农损，地区国内菜量减少8成。菜贩仔嘛表示，即马来洋流风台，菜价又搁起，特别是葱仔起上扬。葱仔嘛300-400块啊，1摆300-400块啊。生意歹做。就歹做啊。农粮署表示，自5月开始，就已经有车产地的农民，甲甘蓝、甲根茎类的菜顶冰起来，库存量有5450吨。农粮署为着要互市场的菜量恢复稳定，会甲这一部分的青菜提供互市场，互民众会当买到菜。评估起来最快的部分应该是我们空心菜哦，大概就是我们的硬菜哈。那在8月下旬的时候，可以来复耕完成，来陆续采收上市。那其他的叶菜类，还有包含那个瓜果菜类，原则上大概也都会后续都会陆续采收。那大概会包含到9月上旬、9月中旬都陆续都会有一些蔬菜的这个采收上市那个价格也会逐渐回稳。针对菜量当时的回稳的问题，农粮署预估，爱到9月初，菜价会慢慢恢复正常的量。伫这段期间内，会提供民众冷冻菜的选择。记者陈心东联合台北报道。再来看，有媒体指出讲，有人透露讲，那内阁总时，总统府的秘书长潘明安，有行政院的副院长陈立军、国防部长顾立雄、外交部长林佳龙，拢是后一届行政院长热门的人选。在必要的时候，对重要的人士来做应该有的处理。国会会好亲像透露，内阁已经要改组，这治疗大会罢免案全部公布了后，执政团队个行会对比关税谈判甲救灾表现受质疑，尤其经济部长郭志辉几啊摆互那爷点名落台，结果到现场才拄讲煞，郭志辉个加做目标。
恒春半岛谢龙鼎他们做了民调，同意延役的有75%。你把敦义牧林会拿掉，你看他要不要同意？这会后，屏东县长周春美发文，部长李唔对路，强调恒春半岛居民甲学生抢共存，成全唔是特权甲好处。你认为这个是失言吗？问卷调查的时候，把因变数拿出来，然后再做一次调查，这个会叫失言。那经济部卫福部长邱泰源也正做比锁定的目标，最近佫因为发声讲要透过办联谊解决小组化，互人批评捕唔到重点。处长林正奇到三港讲话，认为建立优先职场，增加新队友，才能创造较悬的生育机会。不过，伊本人进前因为响应罢免，也互人质疑行政无中立。在工作之外，我们都是公民。那我们跟公民团体之间互相都有鼓励，在情绪上做一些支援的动作，我想这是必要的。被点名改做部会首长是新队友，也是敌队友。民进党提议党团干事长吴思瑶透露，需要更加接地气的执政团队。哪些阁员适任或不适任？我想我也不需要一一点名哈。政策的沟通，哪些政策的阐述，那都应当再加强，都应当更能够第一线的掌握民意。我觉得民调好像那个院长他的满意度其实不高。尤其在罢免的时候，其实他一直用预算的议题在操弄，那这个是我们不喜欢的地方。我还是比较希望说，能够换一个政治性不要那么强的。在野党呼吁连换国会拢该特别考虑，佮外讲被点名留校查看部分雇员，823进前恐惊赔爱平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经济部长郭志辉讲哦，望中共用中盘的绩效来卖更财，看敢当救汽车产业。也毋过哦，说互中共工会是非常的不满。郭志辉早起是回应，强调讲，伊是以团购原料的概念，望讲会当互中小企业省一寡成本。中共工会嘛强调讲哦，应该爱先照顾员工甲股东，嘛无排除要来台北抗争。经济部长郭天辉拜出席产业座谈会时表示，会协助中共让利救汽车产业。这话指出引起外界讨论。中共集团企业工会不满指出，中共已经为国营变民营啊，所以爱搁派政治责任照顾中下游，批评郭天辉无顾公司治理，乌扛中共，搁无吐骨头。而且现在因为又加上关税啦、碳费啊等等的因素啊，那中国已经起不起这一种让利啦。以及员工的立场来讲，当然是反对啊。公司的治理应该是经由董事会，可是他最近几次的发言都是不经过董事会，好像就是说命令中钢一定要这个样，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公司治理。郭志辉拜三出席活动时澄清，所谓让利是指国内多数业者使用的原料来自中共，像劳斯协会等中小企业，虽然用量少，也毋过经数多，所以由金属加工中心提供技术辅导。佮协助同齐买同类的材料，就会当降低成本，创造中共甲中小企业的双赢。我们有100家，每一家都买3吨的材料，大概就有300吨到400吨。那对中钢来讲，他们就可以给一个300吨到400吨的这样的一个中盘价格，那它可以让利给这一些业者了。但是不破坏它的所谓的销售的这个架构。郭志辉进一步指出，安尼做唔会当替中共稳住客户，小公司会当享有更较优惠的绩效。同款数量的材料价差会当达到5%，也毋过工会有员强调，任何让利方案拢爱优先照顾员工甲股东的权益。那经济部无顾公司治理，无排除会就罢抗争。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迄3丁胖的公投8月23要投票，中选会今仔是办第4场的说明会。正方的代表是公投案的发起人，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反方代表是20岁公民代表吴阿欣。黄国昌是批评讲，民进党政府错误的能源政策，人民得爱付出代价。吴阿欣是质疑黄国昌对核能的立场变来变去，嘛问讲核废料是爱安怎来处理，佮安怎来保证位伫电站顶头核三厂的安全呢？核三中客公投第4场说明会，正方代表是公投案发起人，身兼民众党主席、党团总调黄国昌，反方是国民代表吴嘉欣。黄国昌批评民进党政府错误的能源政策，互人民付出代价，声称家己2018年也因为反核，暗过伫国际措施之下，认为爱不是面对台湾需要一座核电厂。民进党不该继续采取把头埋在沙里的鸵鸟心态。
台湾有97%的能源仰赖进口，台湾的能源供给根本毫无韧性可言。新维修操作，20岁吴家兴时表示，体认到核能风险会深深影响下一代生活，向黄国昌提出核废料安怎处理，甲核三厂伫短暂内要如何解决的疑问。你们提案要在确认无安全疑虑的情况下重启核三，这里所谓的无安全疑虑是什么意思？我们又要如何做到？民众党在去年总统选举时提出的能源配比中，规划了2030年核能要占到10%。但就算今天核三重启，最多也只能供应3%至5%的电力。是打算要重启位于新北早已除役的核1、2厂吗？黄国昌引用台电的讲法反击，核一、核二厂已经无延役的可能，佮批评民进党政府用核燃料棒坑3两刀来抢核人民，暗过无公开说明。目前已向相关科技解封，也反问执政党为什么延前处理核废料选址？我要请大家放心，用过的核燃料棒绝对不用放在你家里，干式储存的存放年限至少有40年。我经济部跟台电花了纳税人的钱，跑到芬兰、瑞士各个高阶放射物处置厂去参观，也签下了合作备忘录，来协助台湾规划接下来的厂址。这些只是政府刻意隐瞒，也不告知民众的真相。台湾的能源政策不能一再的重复过去的错误，也不应该把责任丢给我们和未来的世代去承担。今天，当黄国昌选择站在重启核三的那一边，难道是因为核废料的风险变小了，还是因为政治立场改变，风险就能够被接受了？已经一摆质疑黄国昌对核能立场改变，强调核电的使用关系社会正义，呼吁民众爱谨慎思考，各伫823登记出门投票表达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南韩宪政史上头一届前总统甲夫人拢互抓起来。前总统温世光的太太金建熙因为涉查股票、介入选举，阁有受诬塞，伫昨暗晡互羁押。金建熙伫首尔南部看守所正式放羁押。根据韩联社报道，伊是22出庭经过4点挂钟受审了后，互检方以涉嫌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金法、甲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向法院申请逮捕核准。金建熙否认所谓指控，这是南韩宪政史上头一摆出现前总统阿某当时轰抓受押情况。2人分别羁押伫无共的看守所。前总统尹锡悦7月7日涉嫌内乱叛国案，互羁押伫首尔看守所。 저같이 아무것도 아닌 사람이 이렇게 심려를 끼쳐서 진심으로 죄송합니다. 수사 잘 받고 나오겠습니다. 金建熙互关伫一间大约2至3平的单人房。韩联社报道，这间老房配备会当放物件、厨仔、会当后的饭桌、电视机、马桶等，或是甲方收押其他人同款。法院核准逮捕令的理由是，烦恼伊可能掩蔽证据。6月李在明当选总统了后，成立特检组，佮对金建熙涉嫌16项犯罪指控进行调查。13核准的逮捕令只包括其中的3项罪名，这3项指控分别甲 对一级汽车公司估计操纵案，借出谋取利益超过8亿韩票，相当大票1730万；政治中人改选案，干部国民联络党国会议员选举提名，受统一教明白包甲破连，关系统一教伫干部制的开发事业。公司新闻吴连编译。 因为川普讲要降低犯罪率咯，美国华府昨开始部署国民兵。白宫是表示讲，头一日执法，就抓到23个人，有谋杀、有抢劫、有违规驾驶。说来1个月会阁加强执法。美国总统川普未比对犯罪冷笑的民主党人，甲负责承认假路暴力抢攻的媒体活动人士惊到。白宫针对国民兵进驻华府，将警察部门6日联邦管辖第1日宣布成效。Last night, approximately 850 officers and agents were surged across the city. They made a total of 23 arrests. A total of 6 illegal handguns were seized off of District of Columbia streets as part of last night's effort. This is only the beginning. Over the course of the next mont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ill relentlessly pursue and arrest every violent criminal in the district who breaks the law, undermines public safety, and endangers law-abiding Americans. 抓到规模3抢害犯罪、毒品威胁、酒后赛车非法赴高雄中庆节阿爸的农总府，抑个一是照顾票中的据地。
I'm focused on is the federal surge and how to make the most of the additional officer support that we have. If there's National Guard here, that they're being well used. 川普宣布要互华盛顿特区降低犯罪率，在地居民有人感觉治安无好，有人感觉特区无遮尔歹。Trump said crime in D.C. is, quote, getting worse, not getting better. The facts don't bear this out. The city has recorded a 26% drop in violent crime this year compared to this time last year after a post-pandemic peak in 2023. 分析认为，虽然华府依然是全美国上危险的大都市之一，但过事实上犯罪情形的转好，唔是变歹。川普放大或者是错误讲真济有关华府公共安全现实情形，比如川普讲2023年谋杀率达到史上上悬，可能是有史以来上悬。不过，根据美国司法部最近的一份报告，2023年到即马华府暴力犯罪降低35%，是30年来上低水准。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再来关心风台的消息咯，用于风台伫下晡1点对台东的太麻里登陆咯。花莲台东的风雨已经真大，伫安头树立岛，佮出现17级以上的强阵风哦。再来风台会影响西部地区，云林以南会闪大水雨。虽然台北市区目前风雨无介明显，也毋过暗头啊，台北市区嘛有可能会出现9级的阵风，已经接近停班停课的标准。拜三中度风台用力的暴风圈有了外变大，气象署除了继续针对东半部北势海峡发布海上警报，目前气象署嘛针对花莲、台东以及苗栗以南地区和佩湖、金门拢总14个县区发布陆上警戒。这个台风大概会在今天中午的前后从台东附近登陆，随后可能在下午到傍晚的时候从南部陆地逐渐的出海进入台湾海峡。那整个要进入到中国华南的时间点可能会落到明天的凌晨啊。也来雨水的部分，气象署指出，华东恒春半岛对拜三开始雨水会明显增加，打算下晡风台地进入西半部地区，所以像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屏东地区特别高闪大水雨。气象署指出，拜三暗时8点过后，风台继续向西边顶东，台湾本岛拜四雨水地慢慢转好，不过金门、佩湖雨也是真高。白天在花东恒春半岛地区可能就逐渐会有豪雨的状况出现。到了下半天，台风进入西部平原，进到台湾海峡之后，南部地区的降雨也会变得明显的增强。我们预计在嘉义以南也会陆续会有豪雨的出现哦。那整体来说，要到今天入夜之后，台风进一步往西移动，台湾这边的降雨才会逐渐的缓和下来。受到风台的影响，气象署嘛针对全台发布强风的直报，台东佩湖可能会出现14级以上的阵风，云林以南、花莲嘛有11级以上的阵风，也那北部和中部是8级以上。气象署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安全。记者陈选曾俊佑台北报道。再来看台南7股的龙山里一间鸡寮哦，但那是风台吹歹的厝顶哦，阁还未修理好势，外口的电火条倒去嘛还未处理，即马风台阁来咯，暂时嘛无法度处理咯，所以民众是真烦恼哦。另外顶一届台南的文旦和风台扫甲只剩2成，农民哦只望望讲，阁伫树顶的文旦都唔通阁和风台扫落来。鸡寮内鸡咧食了，毋过厝顶悬刷破骨内空。台南7股龙山里这间鸡寮，顶回互丹那西风台甲性甲真正力，后来阁有西南气流来扰乱。业者讲风台来速度，互因实在看袂赴。这回牛肉阁来，互因真正错咧蛋。另外鸡寮外口的电火条倒入去鸡寮已经1个月外，业者怨叹拢无人来处理，害因无法度修理厝遐。之前台风来已经都没水没电，然后好不容易把机制都存活下来。即马搁这个台风来，我嘛做咯，已经1个月啊，搁还没来用。然后听说那是第4台的啦，对啊，然后一直都还没来用啊。来造成困扰。会啊，安尼阮等于叫人来踏地树迄边遐个拢无法度打，拢无法度打。农作方面，满豆分担即阵剩2成，因为顶届已经落过真济，基本上这回无做啥物防台措施，应该希望风雨莫搁甲落尾村的遮甲剩甲乌有去。这个用下骹其实效率不大了啦。较早你惊是咧惊讲规场顶管家那个迎风面这边
比较重要。那这是来加强防灾，冇真济受灾户拢赶紧的大破棚，有民众等真久，才等到工人要来整修因兜，风雨来工程嘛只好延后。保警国军嘛已经进驻7个来协助居民倒看破棚。阮了已经准备好啊，等下这风来过，阮就要通搁再做啊。哦，烦恼，迄像迄一天哦，头晚咪人真正规暝都唔敢困。是否我们这国军来安排17个重灾区的区公所啊，公所安排讲这个国军到协助中破棚啊，较较点较爽的时候来协助啊，包括安置收容部分气象局嘛按算这粒风台要阿会对嘉义台南附近出海，进入台湾海峡，惊会升大雨，乡亲就要提高警觉。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嘉义县沿海民众真侪人厝顶嘛拢先用布棚来遮雨，风台又搁要来了，即嘛是先加强固定。县政府嘛伫地势较低所在设抽水的设备，望讲会当来减少灾害。予单仔四风台吹起的厝遐拢伫涂骹，歹去的厝顶也未修理好势，风台又搁要入来，看到厝搁无法度大。家己沿海地区的民众只会当做一寡准备，看时到的状况，才决定要安怎。根本若即个落雨了，若皮拢大面拢迄个是，后面若风台哦，就拢去困万岁娘。拢去困庙哦？系啊，去困庙啊。因为伊伫遐做庙公咯。嘛唔知毋知大无大，若大嘛是着闪一个，啊若是无大是佮加大只，啊无买对。除了民众做风台的准备，家己县政府嘛，看伫风台有影响进程，到县内一寡地势低、较会淹水的所在来会勘，针对因为单仔式风台造成房厝受损的受灾户，嘛会做安置的协助甲规划。那因为屋顶被掀了，那相关的保全户啊，那都要一一的做询问，那包括必要的时候必须要做相关的撤离跟开放这个收容所，那这个部分都做陆续都在进行当中哦。嘉义县水利处表示，风台离开了后，为着惊大水河造成第二届的灾害，伫顶界有淹水的六卡乡甲东石乡，拢有设置2台以上的抽水机，希望时间会当降低淹水的状况。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婚礼幕可能会透9级到10级的强风，渔民早起是赶紧固定渔船。林保署的南投分署嘛呼吁讲，陆上风台警报发布了后，南投中华分林顶管区是袂当去水流查。13世纪婚礼沿海风势慢慢增强，大西5条港渔民无用咧将渔船固定好势，由蚵仔农赶紧抢修蚵仔船，希望养殖风台的财损会当降到上低。这风台来，反正这边仔都看伊咯。所以今天多少还是会收一点。要风台来放啊，无一只排骨啊10万的。正正风灾全台未少渔港雨水才踢到，农业部林保署7月底修订以各县市公告，开放民众自由扣。随着养殖风台已经发布陆上风台警报，为了民众安全，自由扣的公告随失效。南投、彰化及云林县政府先前公告的漂流木自由减食已经失效，请民众暂勿擅自捡拾漂流木。林保署南投分署表示，后手会公告开放扣的时间，会搁由各县政府另外定。来到斗六文旦园，当地果农趁风雨也细，赶紧搁用扫查棍仔将果树固定，以减少损失。这已经掉了，要个锤斜，我会用这个把它用一支锤啊，把它加固起来。加固起来有一个好处，风台安那摇都唔惊啦。当地游阿龙表示，7月丹那西风台甲西南起入大水河，也造成贵景园淹水。文旦成熟期大约伫白露前后10日，也有半个月回才进入采收期。目前只会当做好预防，避免风灾损失。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中第2条捷运的南线虽然伫今年6月动工，也毋过目前是只有1条热线在营运，嘛过会了钱。台中捷运公司是预估讲明年度会过了6亿5800多万哦。台中市政府嘛表示讲，今年35亿资本额恐惊就会用了，所以明来会分3年度来争取20亿营用。民众在台中捷运往回台中市区，不过民众讲，目前捷运敢若一条路线伤少啦。有网络当然是比较好了，四通八达，对不对？是。既然要做，那就是早点规划，早点做啊。台中捷运第2条南线虽然伫今年6月26动工，不过预计2034年才完工通车。根据中捷公司所提报的明年度事业计划书，有过明年的平均利润量
虽然会提高到49600人次，比目前的45957人次较悬。明年的收入嘛有5亿5千多万，不过人事成本才支出缩减12亿外，掠来扯去，算的明年都会继续了6亿5800多万。赶快加速捷运路网、蓝线及其他路线的兴建。那接下来也应该要提出包括异业结盟等等新的创收方案。你自己看我们绿线捷运，我们的捷运站有没有办法做生意？通通没有。现在人潮就是钱嘛，结果我们把钱就是看着他就白白的离开，就是叫他赶快走，不要在这边停留。议员讲，目前中捷公司资本也是35亿，有过今年就会用较大。目前这份绿线站体商业空间无够，因为是以快速疏散人群做考虑，恶达到商业合作的效果。建议应该利用外墙甲大条，创造其他的收益。第二条南线起好，搁要等11年，会变作市库的大负担。比如说类似捷运的干线公车的接驳转乘，然后每个车站呢，公共自行车也好，或共享机车也好，它的接驳转乘能够做得更完整的话，我相信可以减少相关的亏损。学者认为讲，目前应该要加强其他运具的辅助，嘛要加强转运的功能，提升民众坐车的意愿，搁用地方政府的财务配套来降低亏损。中捷公司讲，争取的计划已经在2024年审议通过，2025年到2027年会分3年度，总共争取20亿，通来降低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竹市东区的高架坡传出讲有农地重金属水银污染哦，环保局调查的时发现讲，向附近的葡萄园嘛受到污染，环保局嘛要求农民是袂当收成，受到污染的葡萄嘛要送去烧掉。用夹刀把树顶的葡萄夹掉，准备被送去焚化炉。新竹市高架坡顶日发现有农地因为水银超标，经过追查了，佮发现附近的葡萄园卖用同款的水源，经过检测，水银含量嘛超过管制标准。环保局除了赶紧通知农民袂当采收以外，嘛准备把葡萄全部送去烧掉。初步检测结果为重金属汞测值超过使用作物农地的管制标准。我们在第一时间已通知地主不可收成作物，将会同农政单位进行作物的铲除，送至本市的焚化炉进行销毁，以杜绝流入供应链，请民众无需担心。后续将进行该农地的公告列管，并强制停止耕种，进行农地的污染整治作业。环保局推测有可能是咧水源头的所在，有工厂排放受污染的水，影响到灌溉用水，会阁继续追查污染的来源。当地有议员是要求新竹市府为了民众安全，一定要针对受污染的面积扩大采样。汞污染事件有延烧扩大的这个趋势在这边也要严正的要求这个市政府要能够对这个汞污染的这个范围面积能够扩大的采样来检测尽快让这个检测结果能够呈现出来，不要造成我们农民的这个恐慌。目前环保局除了把受污染的葡萄全部送去焚化炉处理，后续还针对受污染的农地进行整治作业。环保局表示，未来会加强水质检测，启动污染调查，加强管理，把伤害降到上低。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宜兰县旧南洋铁公路桥，互县政府废掉文主的身份，恐惊就爱拆掉。文化界嘛发起抢救，提出诉愿。文化部是认为县政府的行政程序有问题，旧南洋铁公路桥会当来保留文主的身份哦。也毋过宜兰县文化局并无认同，佮强调讲，这座桥已经无文主的身份咯。宜兰县南洋大桥边有一座超过90年历史的旧南洋铁公路桥，县政府文化局废止伊的历史建筑文书身份了后，面临拆除的命运。文化界发起抢救行动，提出诉愿。最近文化部回函，认为县政府废止的行政程序有真侪违失。在程序完毕之前，旧南洋铁公路桥犹原有文书身份。伊这个申请会提出。这个资料内底吼，都是拢无齐全啦，都是无因这个主管机关家己的这个影仔顶顶。
文化界认为文化部的函文已经证明文化局的会址定数违法。函文也表示，2023年文化局也针对旧桥做检测报告，认为旧桥安全无顾虑，阁有高级的潜力。今麦所推翻家己的检测也会址旧桥本主身份。应该要有更多的方法，让民众了解一下到说这2个旧桥在对于宜兰历史跟宜兰文化上的贡献。旧桥拆除涉及南洋大桥改建工程，也毋过公路局已经表明，无论旧桥是准是废，拢有办法会当解决，无影响改建工程。文化界更加批评，旧桥现况无好，是文化局伫维管上根本无先尽责任。制作的那个废纸登录的程序啊，我们全部都是依文资法的规定办理。也毋过，县政府文化局无认同文化部回函，因为当初的会址定数完备合法。文化部的公文会议所员决定，无要求文化部针对此案补充答辩，也无应该办的事项甲定数无关。故南洋铁公路桥的文字身份也是废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大学分发的学务今仔放榜，今年的录取率是超过96%，学校的欠业有1220个，是最近5冬来上少。也毋过有4间私立大学欠业超过40%，有1230来考生是无调。之前因为科等还学历停档案争议，互取消1项1录取的2个学生，嘛搁考分科考调1项1。无受风台影响，今年大学分发入学的榜单有关伫8月13公告。大学考分会表示，今年因为登记人数降的程度比总录取人数降的程度较悬，录取率是96.34%，比旧年提悬1.72%。其中私立建大高中受到分科集体报名错误影响的考生，27个人去考，22个人完成登记，20人有录取。5位在国立大学，那有15位在私立大学。今年呢，大概有1236位考生未录取哦。因为学习档案碰空，互真侪间学校医学系取消录取，也有因为科顶违反研究伦理，反省的录取资格互取消的2个学生拢有录取。因为牵连到个资，考分会表示应该由学校公布。今年招生欠的名额1220名，110学年以来上加，分布伫18间大学的159个系组，欠的名额比率比40%较悬的有4间。医学群区分欠的名额比率，艺术学群上悬有18.06%。可以很细节的去看说它缺额的一个原因，然后那大概有几所在这一个都会区的这个国立大学或者是私立大学，他们缺额的原因大概都是因为在这个艺术类这一块。因为今年登记人数下降的程度明显，毋是即届的考生来考的人数小可上升，敢是代表中考趋势？考分会甲招联会拢表示该观察。108课刚开始实施前几年所以重考生确实有下降。那到了目前为止是稍微恢复到之前差不多的比例跟水准。针对去年有4间学校出现减报招生欠的名额，考分会表示，今年经过清查，无学校减报。也拿整体资料来看，最近几年政府补助私校学杂费，都会区私立大学招生的情形真好。但是较远的国立大学面对招生的挑战，鼓励每一间大学拢有家己的特色，吸引无同的学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6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华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5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即马关全台湾拢伫暴风圈内，所以大家特别注意。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